来关心加拿大航空和技术工会经过15个月谈判，暂时达成协议啊。航空公司答应伫4年内会甲技术加薪水加46%，所以化解大罢工的危机。另外，美国波音公司的员工嘛是伫顶礼拜开始要求要加薪水，要发动罢工。外国媒体是表示讲，若是这工人长期咧要求罢工，安尼波音公司新的飞行机交货恐惊会受到影响。加拿大航空甲代表所属的联航加拿大红色航空，拢总超过5200技术的国际航空公司技术协会。伫经过15个月的谈判了后，赶伫当地时间15，也就是发出罢工通知的最后几分钟前，暂时达成4年协议。不过，这项协议内容目前保守秘密，因为爱听候到后个月工会会员投票了后，才算核准通过。双方的谈判过程也互旅客目真紧张。It's quite worrisome because I'm here and how will I get back? It's a little far to walk. 加拿大航空目前飞行47个国家，所属的670个航班，平均每天载运11万个旅客。国际航空公司技术协会是世界上侪人的技术工会，一直拢伫咧推动为加拿大技术大幅度增加薪水，目的是要甲美国技术的薪水下比平哩。技术工会讲，这届协议上界关键的是为技术4年加薪46%，这为所有的各项技术带来19亿加币，差不多446亿台票。另外增加薪水。不过，伫过去1礼拜，加拿大超过20万间企业团体烦恼航班停飞会严重冲击经济，拢要求政府介入。不过，去互总理杜鲁道拒绝。So I know every time there's a strike, people say, "Oh, you'll get the government to come in and fix i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We believe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we're going to keep pushing people to do it. 16年后，美国航太头人波音公司第13个面临大罢工，差不多有33000个工人参加这个行动。波音伫新的合约中，爱4年调薪25%，并改善医疗甲退休金补助等。不过，工会是讲，为2008年以来，公司的起薪都毋捌调悬，根本无法度支持生活成本，所以以95%压倒性票数否决这项协议，并要求资方爱为因加薪40%。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